大家我伫这通味心稀味，远头看见阮来向你心稀味。今夜要离开家乡，出我去趁钱，是为着环境所致不得已。妈妈你啊，不免怪伊，阮大家家己注意。可爱的故乡哟，再会啦，妈妈再会啦。大家来到他乡的心稀味，找来找去也无熟悉心稀味。自行一点伫他乡，怎样活落去？啥人会同情阮是？